你識唔識分乜嘢係充血性或者缺血性嘅頭暈呢？好似頭先嗰個動作咁樣倒轉咗，即係話腦同心臟嗰個關係對調，心臟喺度泵水向低流，個腦慢慢會充血，跟住一陣嘅時候，你會發覺暈咧，好正常嘅。呢一個就係充血性頭暈，但係有陣時會判斷錯誤嘅喎，係缺血性喎。點解呢？例如有啲個案咧，就係一開始做運動嘅時候咧，喺短時間之內，例如幾分鐘啦嚇，咁佢就會出現一啲頭暈嘅情況喎嚇。相反，做呢啲嘅訓練嘅時候，佢亦都一樣會出現嘅。咁嗰啲人嘅個案咧，其實就係一啲缺血性嘅。點解咧？當做緊運動嘅時候咧，肢體喐嘅時候，肌肉係一個泵嚟嘅嚇。咁四肢需要血液同埋養分嘅時候，咁嗰啲血液喺邊度嚟咧？冇錯啦，喺其他地方扯咗落去啦。比喻一下咧，就係人好似一個水樽咁樣嚇，一個人形嘅水樽，入邊咧有啲血液即係水分啦，係咪嚇？當個玻璃樽倒轉嘅時候，咁水向低流，個頭咧個腦咧就會充血啦，係咪嚇？咁相反啦，當個玻璃樽好正常嘅時候，當我做緊運動嘅時候，其他肢體需要血液嘅時候，個水位唔夠高嘅話咧，咁就會將佢更加低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缺血性頭暈咧就會出現㗎啦嚇。相反講咧，亦都係代表嗰一刻咧，其實你係已經熱咗身㗎咯喎。再比喻一下咧，就係好似食完飯之後，你會覺得特別眼瞓，你會認為咧就係啲血液咧去咗個胃嗰度嚇。佢要開工啦，幫助消化啦，係咪 ？OK 嚇，或者係嗰陣時咧就會手腳冰冷，因為冇血到嘛，係咪嚇？情況就係咁嘅嚇。咁至於點樣解決咧？咁樣，比如一個人形嘅玻璃樽入邊個水位唔夠高嘅話咧，咁從飲食食療方案去做營養補給，將個水位提升翻、侵翻滿佢咧，咁就可以避免到噶啦。